膊頭痛嘅原因咧，唔係肩周炎，亦都唔係頸椎病，而係肩袖損傷。膊頭抬唔起身，除衫嗰陣時都會好辛苦喎。如果一唔小心咧，就痛半日啦。有陣時瞓覺都會痛醒啊，以為係肩周炎，但係痛咗半年嘅時間都好唔到。去醫院一檢查，發覺係肩袖損傷，嚴重嘅時候咧要做手術喎。肩袖損傷咧，我哋分3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係比較早期嘅，亦即係話肩關節活動到一個位置嘅時候咧，會出現疼痛。比如來到呢個時候會痛，往後移動嘅時候咧，亦都會痛。咁疼痛咧喺肩關節嘅前面同埋三角肌呢個位置，如果喺呢個時候發現咧，其實可以用一啲消炎止痛藥做下理療，做下熱敷，痛嘅動作盡量少做。第二個階段，疼痛一般係有持續嘅，總係感覺酸酸脹脹，瞓覺嘅時候會加重，根本就瞓唔好。肩關節外展、上舉啦、外旋啦呢啲動作嘅時候咧會疼痛，呢個時候咧食藥理療咧效果可能就唔理想啦，可以採用注射治療，就係將消炎止痛嘅藥物咧直接注射到病變嘅位置啦。咁呢個時候記得唔好揈膊頭啦，佢會令受傷嘅肩袖咧進一步損傷。最嚴重咧係第3個階段啦，肩袖出現咗部分或者完全嘅斷裂啦，膊頭都遞唔起身啦。咁你可能托住咧仲會遞得起身，一鬆手就會跌落嚟咧，痛得非常之犀利。時間長咗呢個肌肉會萎縮啦，所以呢個時候可以考慮做密集型銀質針嚟修復受損嘅軟組織。如果療效理想，就唔需要後續考慮做關節鏡嘅修復手術啦。